出去，你们知道，他们最安徽男的真的是妈的脑子有问题。Hey baby, let's go, let's go. You got it, come on. 如果你個仔大個咗問你老豆，你個紋身有咩意義？你會點答呢？呢一位係來自安徽嘅健身老豆，一開始佢嘅諗法係想用流星、土星、摩羯座、射手座呢啲元素去做一個同自己嘅仔有關嘅紋身，想個仔大個之後同佢講翻細個嗰陣時嘅故事。但係直接用呢啲元素去設計出嚟嘅圖擺喺佢嘅身度太小清新，亦都表達唔到佢想表達嘅故事情感。所以經過溝通，我哋將主題升華變成時間同埋守護，所有嘅元素圍繞住佢同小朋友去做選擇。而字揀喺大髀外側，睇住呢一隻凹凸不平嘅手臂，唔好轉人嘅預感湧晒上心頭啊！真的是怕什麼來什麼。主體揀咗個仔星座嘅守護神，時間之神，象徵自己對佢嘅守護。世界好似浩瀚嘅宇宙咁，佢希望自己嘅仔仔能夠大膽咁樣去追求、去探索，所以成個圖案用咗好多宇宙嘅元素，流星啦、星球之類，熟口熟面嘅記憶翻晒嚟。